来回抗这个罢工这段时间，有乘客伫国外飞袂转来，艰苦甲大哭，华航嘛有员工来起内乱。另外协商的过程有言语的冲突，有失言来道歉，甚至伫红眼协商的过程中，华航有代表未堪的身体出问题。经过7天的对决世界的谈判，这个罢工总算伫昨暝收煞了。气死啦！我安尼足生气的呢。真没有啊，你都困没啦。他说要派空军1号过来。一想就说，今天还可以再见一次。不想讲了。坐，先坐。是啊，我睡得比较少而已啊。睡得比较少。拒绝罢工，拒绝罢工。希望我们立刻结束这个罢工，还是您不希望？希望1个月后再来谈。我们今天的目的跟诉求到底是什么？你不要威胁我，跟你讲。我们虽然今天有媒体朋友在啊，其实媒体朋友只是来看热闹的。我会有小吵架，甚至大吵架，但是最终互相爱着对方，永浴爱河。